读懂这些话，胜读10年书。1. 超过别人一点点，别人就会嫉妒你；超过别人一大截，别人就会羡慕你。2. 全部可以交易的是市场，不能全部交易的是社会。3. 10种健康生活方式：少食肉，晒太阳，雨中行，常唱歌，饭后息，挺起胸，静坐思，天伦乐，不当车，行善事。4. 当农民的好处 ：A. 不用担心工伤事故。B. 不担心的空调病。C. 不用勾心斗角。D. 不担心纪检上门。E. 不用专门过周末。5. 大公无私圣人，公而忘私为贤人，先公后私为善人，先人后己为良人，公私兼顾为常人，损公肥私为罪人。6. 可以命令士兵的行动，但不能命令士兵的忠诚。7. 处顺时之境欲宜静，处逆时之境欲宜忍，处至急之事欲宜缓，处至大之事欲宜平。8. 嫦娥追求永恒的代价是永远的寂寞。9. 安详方能静观，静观方能明断，明断方能行动。10. 画圣是有用的，但不是伟大的、好看的东西。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必刻意做伟大的、体面的人。祝叶安梦田微笑的上弦月。手机程式叫 T2S Text to Speech T2 是1、2、3、4那个2 T2S